东港人伫东京带大家来爬富士山，其实富士山真好爬，只要你的脚头趺有够软 Q， 你就有法度落山。位1合目到4合目，其实紧紧啊。你看，连面就到位啊。爬山爱豆豆仔行，才袂引起关山反应，才袂互身体无爽快。看，这粒山是毋是足悬？真正要上山，爱为5合目开始行，若要发挥，为遮落山还过会负。毋过我是要爬山的人。当然嘛是一路向前，为遮开始山路就会愈来愈行，愈来愈歹爬。看，我已经有淡薄仔喘啊，但是听讲山顶的风景不哩啊赞，来拢来啊，要去哩无是要安怎？咱即马已经踮要到山顶啊，搁坚持一下。爬来到遮爱救绳啊才安全哦。总算爬起来山顶啊，你看是毋是足好爬？